你不是，你是迄个？不是啦。这位太太，请问有什么代志？哦，你要讲台语哦？这，我想要体验这无共款的人生，拜托，888哦。好啦。真的是过了一辈的事。哦，你魔术师呢？嘘，闭上眼睛。你现在念你家己的名，时空塔罗之神会带你去你想要去的所在。啊，马紧，你会使先坐落。你准备好未？准备啊！来，签名。要签哦。卡呢？手咧？哪无去啊？洗完了它。喂，啥话啦？叫你来做事，不再来睡觉的。歹势啦。我们歌星的排队排到哪里去了？包，老板，外面都没有人，什么？没有半个人呢。佳伟，没有半个人。你会不会唱歌啊？哎呀，你无咧看电视吗？我争取歌后呢，2届提2届哦。别冲啊！别冲啊！安娜啦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黄倩倩。好，开始唱。没听吗？我们真的是国语歌星啊，唱国语。他要恨我，他要恨我。石头爬上坡，坡上面长满星星，开出花朵，每一朵都有话想说。也请你唱首颠倒歌，说你的心里没有我。每一次见到我都皱着眉头，从来不想与我牵手。有话就说，快点说，尽管说，说你没有我日子多快活。就像我从不记得你曾爱我，所以才如此快乐，一点都不寂寞，忍不住要唱歌，唱这首颠倒歌。想对你唱首颠倒歌，说见到你我就难过，多希望此时此刻马上分手，永远都不要再回头。
的石头爬上坡，坡上面长满星星，开出花朵，每一朵都有话想说。也请你唱首颠倒歌，说你的心里没有我。每一次见到我都皱着眉头，从来不想与我